自從上年代言咗金門強效一條根之後，啲朋友都問我一條根個名好勁喎，不過咩嚟㗎？好多人都唔知一條根係咩。其實一條根大有來頭，係台灣著名草本成分，研究實證可以消炎加止痛。有時開工整親好痛，臨瞓前貼塊止痛貼，瞓醒仲好有 feel， 涼感暖感 last 足8個鐘，而且緊貼唔易甩，貼住做 gym 都冇問題。我見啲老人家咧話特別中意呢一個薑黃暖感貼，話可以驅寒除濕，仲大讚咧話好大塊好抵用喎。平時見我揸電單車係咪好有型咧？不過型係有代價㗎，揸得耐條腰好酸痛。我會袋住細細支嘅一條根滲透鎮痛露，佢特別採用咗溫和暖感配方，仲冇酒精，搽上身完全唔會辣，仲無色無味，搽咗都冇人知。呢支一條根滾珠鎮痛膏就勁啦，止痛加按摩，一次過解決肌肉、關節、靜脈同埋淋巴4大問題。如果肌肉酸痛、對腳水腫、有青筋，用佢就啱啦。我見老友記同啲女士都好中意用佢，搽完涼涼地又唔辣，好舒服㗎。提提大家啦，搽上身嘅嘢咧，真係要小心啲揀，亂用藥性嘅止痛產品咧，隨時傷肝又傷腎。金門強效一條根全系列都不含中西藥，配方溫和又有效。我而家每逢周身酸痛都係用佢，所以先至狀態日日都咁 fit。